歡迎收看客家網絡學院明日一行業新聞。客家委員會第3月20號到26號，在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教期探理2026又一行業教學自由表揚，以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校理會副主任委員廖友丕代表主委顧秀輝表揚自由教育同教學相關人員，同時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客家傳承嘅投入、貢獻同支持。校理會探理大2日嘅全球視角嘅又一行業教育、跨文化學習同語言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同第一線行業教學者分享豐富嘅行業教學經驗同成果。另外，係廖副主委來表揚117年度推動行業教學語言自由教育同教學相關人員，總共有10個學教同17位教育人員得獎。也對學教團隊做下展現出推動行業教學嘅傑出作業效果。得獎嘅17位行業教學工作者，做得講係推動行業教學嘅好榜樣。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會到大家今今日嘅明日一行業就是行業教學。行業教學一位先生有豐富嘅行業教學經驗，一位先生有豐富嘅行業教學經驗。唔好為忙啊！下禮拜再來了。